咱所渔船红彩头6号呢，无经过温准，将走到日本 Okinawa 附近掠鱼，这58岁姓刘的船长互日本掠起来。目前台湾这边是有交担保金，下晡人含船已经放出来了。这船长要靠这话签电话保平安。来讲到这则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也是爱等船长回来亲身说明。日本水产厅协助日本部20公布，伫沖縄县甲乌那国岛近海抓到一只无经过许可进行渔业活动的台湾苏澳籍渔船红彩头6号，当天掠58岁姓刘船长甲5个船员，各扣押船只，这是今年第一只互日本扣押的台湾渔船，也是日本今年第一摆针对外国渔船执法。日本指出，渔业处地船凤翔环当日早起发现红彩头6号，伫日本专属经济水域违法作业，所以进行后续调查甲处理。虽然这船挂苏澳籍，毋过姓刘船长是婚姻人，而且无及时通报，所以会一开始也无搞清楚状况。他们的家属跟船长家属都没有来找我，状况我都不太清楚，都要厘清，因为我们有 AIS 还有 VMS 都可以厘清这件事情了。法律法真重呢，我们本来就大了。袂使你讲话这个都是两头平，姑娘留一边请去报。渔业署回应，经过外交部甲日本交涉，各交担保金300万抗5000支票。日本已经伫2日下晡1点放出渔船，船长已经敲话车电话报平安，表示暗算暗时进入南方河渔港。为什么超出咱的暂定执法线以外？咱做着扣押的状况，爱等船长倒来进一步调查。8日伫台飞艇下海协作业，互菲律宾公务船口阿要屏东县琉球籍渔船成绩封号，因为无禁止回国巴丹岛24海里临接区，而且无照台飞渔业执法协定提早通报。经过咱的交涉，抗议了后释放，也得自1早起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